兄弟平安。咱那个礼拜就要开始啊，咱用准备心来准备来礼拜。提醒大家把手机关机，还是调成飞行模式，多谢大家。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会早起，咱伫遮要来敬拜服侍咱的上帝。无论咱遮年长的，还是少年的，咱拢会当做伙来敬拜吼。这是真欢喜的事。这时阵邀请咱大家起立。咱用一个靠无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咱嘛要求圣神会早起运行做工伫咱中间。因为圣神的做工，互咱会当较无依，互咱会当搁较侪去经历这位真国活的上帝。阿门。阿门。所以这时阵咱做伙来敬拜，来祈祷，愿上帝的灵伫咱中间。咱来甲圣神讲：圣神，我备办好啊，我欢迎你来，进入我的内心，开启我的心，互我会当搁较明白真理，互我伫敬拜内面搁较用娱乐感恩。来称谢伊的名，阿门。好，这时阵咱做伙开声，咱做伙开声来祈祷哦，哈。咱讲主啊，主啊，三声了，咱开声来祈祷，预备来。主啊，主啊，主啊，主愿感谢了你，清早来到你面前，愿要敬拜谢你，因为你是真国活的上帝。除你以外，阮无有别的上帝；除你以外，阮无通倚靠。这个地球伫天顶，阮拢知，只有你是阮一生所信靠的。多谢你会早起带领阮兄弟姊妹来到这里，这大家无论少年的还是年长的，我拢白白圣神的引带，会早起。主啊，多谢你透过你的话语帮助阮，让阮伫敬拜内面更较喜乐，更较经验。上帝，你是丰富的上帝，上帝你是大权力的上帝。主，多谢你。多谢你，哈利路亚！咱用主的祈祷文，咱搁一摆来祈祷来。愿伫天的下边，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对带阮入去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哈利路亚！今仔日的透早，咱要用喜乐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咱做伙来拍鼓啊！耶和华已经为咱做
人讲，上帝已经为我做这大代志，上帝已经为我做这大代志。哈利路亚！咱继续用这首诗歌学乐咱的主。哈利路亚！我心乐乐上帝，主怜于我的背，你的万米撒个影响，我乐一个尊名，主我才能最尊，用中国海关算，给你一大关你应得，你爱过你将尊，我心有了兄弟，谁敢起来的背，空中会叫因心出响，我乐一个尊名，被最差我记住，那为归己的水，一根就来两龙吹来，用一段离来。上帝听咱，创造天地予咱，咱继续来用的时阵，邀请兄弟先来用。哈利路亚！我心可乐上帝，姊妹会使拍鼓啊！主怜于我的背，你的万米撒个影响，我乐一个尊名。咱做回来。主我才能最尊，用中国海关算，给你一大关你应得，你爱过你将咱邀请姊妹。我心乐乐兄弟，谁敢起人的背，空中会叫因心出响，我乐一个尊名。咱做回来。被最差我记住，那为归己的水，一根就来两龙吹来，用一段离来，主我才能最尊，用中国海关算，给你一大关你应得，你爱过你将尊，主我才能最尊，用中国海关算，给你一大关你应得，你爱过你将尊，主我才能最尊，用中国海关算，给你一大关你应得，你爱过你将尊，给你一大关你应得，你爱过你将尊，给你一大关你应得，你爱过你将尊。咱就期待用鼓啊车开予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拢是足有福气的人，因为咱有上帝会当倚靠。咱继续用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就加做咱的祈祷，咱的宣告。咱有上帝的帮咱，啥物拢毋惊。阿门。我心唱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大时的帮助，金山怎样包围耶路撒冷，你要包围我到永远，我心唱歌。
患难中大喜的帮助，金山怎样包围耶路撒冷？你要包围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款待，眼顾着我心头你无忧难。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飘蓝色，我的梦是在你里，我心手挂，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大喜的帮助，金山怎样包围耶路撒冷？你要包围我到让我们扬起来向去，哈利路亚！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款待，眼顾着我心头你无忧难。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飘蓝色，我的梦是在你里。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款待，眼顾着我心头你无忧难。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飘蓝色，我的梦是在你里。继续敬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款待，眼顾着我心头你无忧难。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飘蓝色，我的梦是在你里。咱的愿望拢在伫咱所信的上帝，你有确信无？阿门。阿门。所以这是祈祷的时阵，咱要来为着咱这礼拜的拜六，伫凯达格兰大道伫总统府的头前，咱有各教会所联合要举行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的大会。咱的教会全力拢要参加，总是咱要求上帝保守，互这个祈祷会拢会当真顺利，并且这个祈祷会拢是专门用伫基督的信仰，以伫咱的信仰来为着国家，真做守护国家的基督徒。咱无揽插什么政治的想法，拢无。所以咱要为着这个来祈祷，求上帝保守，互主办单位，互所有教会发动要来的一切拢真顺利平安，无有任何的交叉，互咱单单来到一主的面前，将台湾献予咱的上帝。阿门。所以这时阵，咱来为着台湾来祈祷，为着拜六3月29日的开导的祈祷会，咱开声来祈祷来。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一只为着阮台湾来祈祷，阮为着阮台湾基督徒，阮要尽这个守护你，互阮的国家的领土的一个分治，阮去帮助，互阮伫拜六下晡1点到5点，阮所有兄弟姊妹会当为着疼惜阮的国家、阮的社会、阮的人民，阮做伙来到伫总统府的头前，我要开声。甲正教会兄弟姊妹同心来呼求，要将俄勒上在归予你，要将阮的台湾奉献予你，主啊，求你帮助，互阮的大会准备拢一切真顺利，嘛，互阮所进行的一切无受到交叉，主啊，将平安伫阮中间，将信心仰望伫阮的中间。多谢你，互阮会当参与伫这个祈祷会内面，过去21天的禁食的祈祷，我拢知你已经听我的祈祷。多谢你，多谢你，也丰富伫阮中间，互阮经历上帝你的同在。多谢你，多谢你，哈利路亚！一切荣耀归乎你，多耶稣名，阿门。
门，阿门。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关担，愿我将我心和你无忧烦。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关守，我永望是在地里，我永望是在地里，哈利路亚。我永望是在地里。做阮敬拜你的时阵，你用你的光下面的笑容在看阮，因为阮单单敬奉你，将阮的国家、社会、阮的教会、家庭以及阮本身，拢交托伫你的手中。你必然引带阮经历任何的处境内面，你拢甲阮同在。多谢你的应允，多谢你的带领，也多谢你的保护甲祝福。一切荣耀归乎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听弟兄们，请坐。这时，咱要来讲读圣经。经文记载伫旧约出埃及记第19章第1节到第9节，咱齐声来共读，请。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了后，伫第3个月的初1来到西奈的旷野，因离开利非定来到西奈的旷野，就伫迄个山的对面扎营。摩西上山朝见上帝，上帝对山里叫摩西讲：“你着对雅各的后代以色列人宣布，我对埃及人所做的事，恁拢有看到，嘛知我安怎亲像鹰鸟，用实载恁，带恁来归伫我。当恁若切实听趁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会伫列国中成做我的子民，全地拢是我的。毋过恁是归属我的，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你着将这个话对以色列人讲。摩西就去召集人民的长老，将上帝命令的话拢甲因讲。人民齐声应讲，上帝所讲的，阮拢会遵读。摩西就将人民的话回复上帝。上帝甲摩西讲：“我要伫密云中来互你遮，互人民听见我甲你讲话，通永远信任你。”摩西将人民的话对上帝讲。以上，愿上帝话成做咱随时的帮赞。接落来，咱要来邀请咱的周牧师来正道。今仔日牧师的题目是身份认同。牧师请。真欢喜，咱会当一遮来敬拜。天气变化真多端，对无？总是求上帝保守咱，互咱出入拢会晓顾性命，嘛有上帝会特别会照顾，互咱每一礼拜拢会当照时来到伊的面前来敬拜服侍伊。这是上帝互咱上介好的管理，因为咱认捌伊，咱才知影来服侍伊。阿门。你甲隔壁讲，你捌上帝，所以上帝听你来。阿门，阿门。这时阵，咱举起咱的正手，咱来做宣告来。永光教会是归属上帝，活出基督，活靠圣神，充满荣耀甲能力的教会。阮的确要成全圣道，活出命定，履行普世宣教的意向，
互主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阿门。咱每一礼拜安尼宣告的时阵，就是将咱的心愿交托予咱的上帝，将教会所得予上帝所予咱的意向嘛，搁一摆讲，阮要安尼来行。阿门。所以这是真欢喜的一件代志吼。咱读经的计划，伫过去即礼拜，咱是读出埃及记20章到28章。咱若有注意读，就知影讲，哇，即礼拜读遮吼，真正是要安尼好好甲读吼，嘛无简单吼。因为伫讲到的就是遮规定啦、遮条例啦、律法啦吼，十诫啦、遮律例等等遮，搁上帝搁甲摩西吩咐，讲爱起会幕，会幕就爱安怎开，内面的设备就爱安怎，连寸尺连足有的物件，拢讲甲足清楚吼。哇！毋过我感觉讲足特别的，就是上帝真正是一个有计划的上帝。伊的计划是盘过咱所想会到的。阿门。你看，伊为着要起会幕，甲摩西遐清楚讲，然后来咱看摩西就照上帝所吩咐的来找人来大家做伙来行上帝的圣工。虽然读起来感觉是哇，实在是这读起来无啥滋味，毋过咱好好甲思考的时阵，对咱来讲嘛是一个祝福。因为上帝既然起会幕，都遐用心啊，那上帝创造你我，毋是搁较用心吗？对无？上帝对咱一生的计划，敢毋是搁较用心吗？所以这咱会当来思考吼。所以咱继续来吼，咱逐礼拜这读经抄经文，咱拢会当继续来做。这就是牧师抄为着要鼓励咱啦吼。所以牧师抄起来了打互咱看，讲牧师有哪在做，咱做回来，安尼好无？吼若有一摆较漏掉的不要紧，用时间甲补起来咱拢会当继续来进行互咱到伫2年了后，真正完成讲咱这2年甲教会做伙共脚步来完成整个一本的圣经完成来甲读好了这是真水的一件代志当然，咱所读的这礼拜牧师所讲的这个会幕，嘛会当去这个网站去看这个会幕的设置就是安尼这个是会幕的外口这个有祭坛有这个伫抬牛羊的所在有洗濯棚有无伫遐伫洗手献牛献羊烧祭是安怎伫什么所在这个图有真清楚，互咱知影当然这个拢有围把来围起来搁另外一张就是会幕内面会幕内面，咱看约柜是上帝内面对无？后来咱称伊叫做至圣所外口这个有烧坛迄个火炉有金灯台有陈设饼的这遮，咱后来个称伊做圣所所以伫这个拢透过这个门帘来做一个分割伫最内面迄个约柜到伫圣殿的时阵大祭司一年才当入去一届尔所以咱伫这个图就会当互咱看见牧师就是去网络上有教会美国一间教会因有这个图我就甲伊截图起来，互咱安尼看这礼拜读过的时阵，即摆佫看图，牧师嘛是看图啦读个佫看图一下，安尼就佫较清楚互咱伫读圣经的时阵佫较立体佫较知影上帝美好的计划，拢伫这中间伫显明所以感谢主互咱会当透过安尼，咱做伙来佫较经历出埃及记这个美好的事件。这个事件对咱来讲，嘛是一个咱每一个人的人生一定会有经历的。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是前礼拜的拜六所读的，总是牧师感觉这是真重要所以伫今仔日甲咱做伙来分享我甲定的题目叫做身份的认同，身份的认同咱知影身份的认同伫这个时代是受真侪人的注意，大家会感觉讲我真正的身份是啥物会更加去了解像咱台湾本来
有9族尔，对无？吼，哇！啊，真济就遮较少民族的，就讲会无咯。因敢是安尼尔，啊，阮遮的虽然无偌济人，啊，敢是阮嘛有阮用无共款的献美，啊，所以到即马拢总几种，16种呢，吼，9族变16族，啊，月头拢无要搁改吼，又还拢9族安尼吼，哈啊，所以这就是互咱来看见，对身份的认同是真重要。啊，这个身份认同是心理学甲社会学在讲的。伊讲就是讲啊，咱对家己的特性的一种的自我的表现的一个确信，啊是讲伫某一个团体，甲咱属性较相共的，啊，咱透过有共同的这个观念的一种的确认咯，吼啊，安尼来咱就了解讲，咱的献美是安怎，咱拢嘛会去思考啊，伫我的即个阿公阿嬷阿祖伊真正的遮，是毋是有甲外族的安尼有结婚无？啊，若有哇，可能你可能是100%25%的啊是讲16%的对一族的哦，吼啊，这个咱拢会当去甲了解吼。毋过这个更较重要是咧讲啥物呢？更较重要其实是要知影咱是啥物人。更较知影就是讲，咱嘛爱忠于自己吼，咱爱做家己吼啊，然后活出真正的你来。啊，这个实在是在讲着，这个目标是安尼哦。啊，然后因为了解家己，活出真正的家己，啊，互咱的身心灵会当拿健康啦。吼啊，安尼就是会当互咱伫即个大环境中间了解，哇，咱是一个特别的。是这个身份的时阵，咱是一个这个身份有家己去认同了后，所以咱活出来就较自由啦，就较自由，吼。所以比如讲若是咱有咱原住民的兄弟姊妹伫遮，咱伊就真自然讲，我是对一族的，对无？吼若是安尼，伊伫咱的这个中间，咱甲伊看个是啊，真好啊。咱本来教会就是任何的人拢会当来到伫即搭遮。若安尼，伊活得真自在，伊嘛会当用伊的语言来敬拜、来祈祷，这是伊真自由的一件代志。吼，所以身份的认同是来讲是一个真好的事。总是一般人在讲身份的认同，是在讲要安怎去找到家己的身份。一般人在讲，就是爱对内心内面去找啦，去对内心内面去找哦，这是人一般在讲的吼。毋过你甲想，咱若对内心家己去敲找的时阵，你会有过去的失败、过去的跋倒过去互人甲你否定这物件，有可能佫有产生无？佫有无？这会影响你无？会哦，会哦。莫讲别人讲我就好。我少年的时阵出国去。我讲我对台湾来讲无啥会出来，因为无人捌台湾是哪落，吼咱要解说嘛，毋知要安怎解说咧，吼所以出去外国会感觉讲，咱是细汉的吼，无人甲咱注意，吼若无问就无讲，若有问就讲我到台湾来，伊讲台湾是倒，我嘛毋知要安怎讲咧，吼，对，这个是安怎？因为咱对家己的身份出世的所在，咱无认同。迄是过去少年的时阵吼，出去感觉讲哇，这个外国的世界是遐尼大吼，哇，这个外国人拢高墙大汉吼，咱比起来拢是细汉的安尼吼。毋过即马无共款咯，对啊？即马咱出去安那，真勇敢大声讲，我是台湾人，哇，时代无共款，总是嘛是咧甲咱讲是啊。伫咱家己自我的身份的认同，咱若对内心来看时阵，有时佫有真济旧的过去的阴影会影响到咱。若安尼要安怎？要安怎？就是讲，其实咱不但爱往内心来看，往内面来看，咱爱个往顶面来看。因为咱基督徒知影，咱真正会出世对哪落来，咱真清楚是甚物人创造咱。若是安尼，咱搁来往着迄个创造咱的上帝来看，伊用什么款的眼光来定义咱，来看咱的时阵，那安尼，咱的价值
就毋是我地面上的身份在甲我定着的哦，毋是咯，毋是别人对我的无共款的想法在甲我批判哦，毋是咯，毋是咯，是完全出自即个听我创造我的上帝在甲我定义我是甚物款的人。兄弟姊妹，所以愿上帝互咱会当深深体会，咱若是安尼，咱愈来愈认捌上帝的时阵，其实是伫愈来愈认捌咱家己啦。也透过愈认捌咱家己，咱就知影，咱伫上帝的手中，每一个拢是上帝的宝贝，每一个上帝拢有美妙的计划。就亲像上帝要做会幕，哇，要做一个洗手的盘。就爱讲甲清清楚楚，上帝对你我的性命，敢毋是安尼吗？阿们。所以你我就爱愈相信，咱愈认捌上帝对咱的身份甲咱的价值就愈清楚。咱无互人定义，嘛毋是你家己定义你咯，是上帝定义你，较是要紧。这是你我活出真正的自我，真正的喜乐上介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愈认捌上帝。较会当愈认捌家己，阿们。咱做伙来讲来，愈认捌上帝，才会愈认捌家己。是，哇，即句话真重要哦，吼！愈认捌上帝，咱愈来愈认捌上帝的时阵，咱就知影上帝怎样创造，上帝怎样立你，上帝怎样安排。伊到即仔，伊有缘伫甲咱安排咱的头前的道路。所以感谢主，咱看出埃及记是。在记载以色列人脱离奴隶的国度，进入上帝荣耀的国度的一个故事。总是更较重要。咱今仔看对第1章到18章的时阵，是上帝怎样带领因出来。后来到第19章，牧师讲，对19章到40章是最重要的，因为19章就是伫西奈山，上帝。改变因的身份，上帝爱因将过去430年这款的奴隶的身份，就爱安那暂停，因为上帝亲自拯救因，就是要甲因立约哦。哇，这是何等重要！可能咱过去咱的信仰，无一定是基督的信仰啊，也是讲咱对过去对这个信仰安尼无明，总是当咱来到伫西奈山骹的时阵。这是上帝引带咱来，若是安尼，上帝要明甲你立约，要讲你是我的百姓，我是你的上帝，互你的身份有一个改变。若无，你的身份无明，到底是属世间的，还是属上帝国的？到底是魔鬼仔囝，还是上帝仔囝？家己有当时分袂清楚呢。有当时含落伫遐，有当时佫亲像互扭起来，有当时佫跋落佫较大下。到底是要安怎？若是安尼，伫正做基督徒的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真清楚，伫即个生命的历程内面，咱必须要经历去到伫西奈山骹，甲上帝见面。哇，这是你我会当做伙来经历的吼。所以感谢上帝，求上帝帮助咱。咱看伫19章遮，其实就是一个约，即个。咱叫做西奈山之约，咱做伙讲来，西奈山之约嘛称作摩西的约啦，阿们。吼，所以这个是会当讲，嘛会当讲是一个新的身份的约，新的身份的约哦。所以求上帝，互咱伫今仔日这段经文内面，咱拢会当去体会了解，你我拢有西奈山的故事啦，阿们。你我拢有西奈山骹甲上帝见面的故事，上帝欢喜甲咱同徛起，这是上帝对创造以来到现在一直拢在显明的一件的事实。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伫今仔经文内面，咱做伙来思考，上帝救赎迄个做奴隶的，要成做伊的百姓，哇，这个过程。实在是真水吼，所以咱看圣经今仔咱所读的，伊就安尼记载讲，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了后，满了3个月，迄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哇，3个月哦，经历3个月就来到西奈的旷野。
这3个月因是安怎过去的？咱会当去思考吗？牧师，互咱这个地图看一下吼，对无？因对倒手边遐有无？对倒手边迄搭遐有无？歌山有无？兰塞来苏哥家，然后就出埃及过红海，然后呢就对马纳以林遮落来对无？然后上界下骹就是西奈山，嘛称做何烈山，遮就是西奈的旷野，哇！因3个月出埃及3个月行来到遮，这3个月若无有上帝供应因，敢活会落去？迄是无可能嘛，对无？所以这是一个伫这个过程的中间，这个时间内面，咱拢看见这是上帝在引带因，上帝在立立因的生活。所以因来到遮的时阵圣经就甲咱讲摩西就随时去到上帝遐呢。因在这急杀有啦，伊足急的啦，伊真期待讲上帝啊，你毋是伫西奈山、伫埃及的时阵，就叫我甲法老王讲甲法老讲，用阮我的百姓去到旷野来敬拜你嘛，对无？伫遐献祭敬拜你，即摆来到西奈旷野，对无？目的地是毋是到啊？毋是蒙地是目的地目的地到啊，安尼我安那我会当起上这个责任到遮为止了。所以一紧来要找耶和华上帝。兄弟姊妹真特别咯。上帝其实嘛足急要找因呢，因为安怎？上帝甲伊吩咐，讲你去到雅各的家，你吩咐以色列人，讲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拢看见，而且我亲像鹰鸟，将恁放伫石顶，带恁来归属我呢。哇！上帝搁一摆重复，这个过去3个月，也是2年的中间，上帝是安怎呼召伊、引带伊，然后行10个灾害，伫埃及的地、甲精神、甲人的顶面，法老最后不得不就爱将这将近200万人的奴隶呢。哇！这奴隶在做咱的工的，做因的工的，伊这个时阵愿意放手，这是无容易的一件代志这是无容易的一件代志所以咱看见上帝搁一摆甲因讲，恁是安怎过红海？恁是安怎伫这个大扫无水的所在，会当有得食，有水通啉？恁搁定心思考的时阵，若是安尼，咱是毋是拿以色列人来讲，咱就爱归荣耀而乐互上帝，敢毋是吗？是这是上帝要互因知影。上帝带领因来到伫即搭遮，亲像鹰鸟呢，互因伫石顶，然后就安尼，鹰鸟就飞来到伫即个山，伫即个旷野的所在，来归伫耶和华上帝。哇，足特别的！在甲咱讲啥？讲上帝一路会带领保护。你若伫坐伫飞轮机顶，你敢着爱伫地面顶遐走？毋免嘛对无？你坐飞机，阁有安那共餐所以就亲像坐，即摆讲伫鹰鸟的顶面上帝用喷射机带恁来到伫即个所在。哇，安尼咱就更加清楚哇，若是安尼，咱就看见上帝用安尼的形容来互以色列人更加知影上帝的心意是啥物。所以因当然爱回想过去这段时间，因应该充满感谢。但上帝阁有后一段的计划，伊讲：但恁若实在听叹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伫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拢是我的。哇！所以耶和华上帝是主动甲因讲：恁才会做奴隶，我带恁出来。即马恁无阁是奴隶，即时我要将恁归属我，做我的子民，做我的百姓这全地拢是我的。哇！这是何等一大的一个祝福。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对摩西
毋是讲爱带到遮敬拜了就煞了，无，伊爱有一个新的任务，就是互遮个做奴隶以色列人的身份会当改变。对正做埃及的奴隶的身份，正做上帝子民的身份，就是这个时阵，因为上帝行权能大事到现在，就是要互因知影，因是归属上帝。所以求上帝互咱会当去体会。请问你即摆身份是甚物身份？若是照以色列人来讲，因即摆可能无法度去体会。敬拜做奴隶，阮20几代拢是做人的奴隶。即摆较会当出来。即摆上帝，即个阮看袂到的上帝，伊讲要叫阮做因的子民。遐是即摆可能真侪人无法度去了解，无法度去体会呢。若是安尼，伫迄个时阵，咱看上帝要甲因立约，到底遮个百姓，因还阁是做奴隶的心态，还是真正是做上帝的子民的心态？伫即个抗疫的过程内面，咱拢会当看见。总是咱嘛求上帝帮助咱诚做基督徒的，咱即摆身份是啥物？还是像我拄仔讲的，咱对咱的身份悠远，还阁模糊无明。直到咱常常伫生活内面，到底是咧靠人、靠上帝、靠世间，还是靠上帝国的，还是属于上帝，还是属于这个世间的，咱分袂清楚。这是咱需要去好好体会。愿上帝互咱有智慧来看见。咱教会有一个姊妹，老姊妹，有真久啊啦吼，伊来到咱教会时阵，是因为伊带伊的孙仔要来这个儿童的儿母来上课。伊礼拜堂的时阵，看到牧师第一句，就甲牧师讲：你是牧师吼？我甲你讲哦，你牧师吼，对吼，你牧师对无？你若无拢无应。你是牧师吼？我甲你讲哦，我今仔带阮孙仔来，我求华山的哦。你无是讲我会来遮洗礼哦？恁知影啥物人无？对，伊来遮甲牧师呛声呢，讲我求华山的哦，我求华山的哦，伊在保护伊，伊在安那，伊在宣誓伊的身份呐，对无？所以听即句话，全无啥物事实，伊是在宣誓伊的身份哦。我是属求华山的，恁莫小想我哦，我绝对袂来洗礼吼。较无一当了，牧师啊，你啥物时阵会当甲我洗礼？完全无共款呢。我即摆我耶稣的啦，我即摆耶稣的，我已经甲伊死掉啊，我甲伊讲拜拜啊，我无爱去啊，我甲你讲最后一届啊，我有共答应讲迄个游览车钱，我要出我有去出咯。我甲讲，即摆拜拜啊，我无要来啊，我要来耶稣遐我要来阳光教会遐我即摆阳光教会，还是姊妹，这是咱教会的姊妹，哇，我感觉讲是啊，伊有领受对上帝来的听，尤其感受到咱伫敬拜内面，咱即款对上帝的渴慕，去领受圣神的同在。互伊会当放下伊的艰难困苦，互伊的心会当开阔，互伊比过去愈来愈喜乐，愈坦然。伊一款的生命的改变，互伊认定伊无过是求华山的，伊是属上帝。兄弟姊妹，咱求上帝帮助咱哦，咱的姊妹就会当安尼经历，咱每一个人拢会当，而且。咱是常常有即款的感受，这是你我来敬拜最重要的。圣经安尼甲咱讲，耶稣伊救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将咱刷到上帝上帝伊救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将咱刷到伊疼囝的耶稣的国度内面，咱伫伊疼囝的内面来得到救赎，罪过就得到赦免的。阿门。受救赎，罪过得到赦免，遐个罪，遐个重担，袂阁
陪伴咱，这是你我基督徒咱应该相信的。无论咱的家庭拄到什么款的境遇，无论咱伫亲子的关系，还是讲伫经济、伫大项的顶面，咱拢爱相信，咱既然是伫上帝国内面，咱倚靠伊，伊一定会及时帮助咱，互咱去经历咱这位上帝是拯救我的上帝，这是你我会当相信的。所以兄弟姊妹，求上帝帮助咱。咱看咱的老姊妹，伊对改变身份，后来透过洗礼来确定伊的身份，然后伊认同这个身份，活出基督徒真实的身份来。这是咱看见上帝的带领，上帝的祝福。伫你我内面，咱拢一定有这个经历吼。所以你有上帝国的这个身份证无？有无？看袂到对无？吼，摕袂到，摕袂出来。毋过心内真安那，真稳固。因为事实，咱每一个人拢有上帝国的身份证哦。吼，这是你所当的。咱搁看上帝安怎来甲这以色列人讲？伊讲叫摩西爱搁甲这以色列人讲，恁爱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呢？哇！祭司的国度甲圣洁的国民，这真特别咯。伫旧约内面，敢若这段有写真清楚安尼，然后到伫新约了，较佫有写，就是彼得前书2章第9节讲：只有你是受拣选的族类，是有尊贵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上属上帝的子民。阿们。哇！所以兄弟姊妹，这是何等尊贵的身份！咱是属上帝的祭司，咱就是在敬拜上帝，带人来到上帝面前，去互因去经历咱所信的这位上帝。咱嘛是圣洁的国度，咱伫生活内面是光明的，迄个黑暗会永远袂影响咱。咱是光明的，咱对人、对上帝、对家庭、对家己，咱拢真坦然，无有啥物隐瞒，因为咱拢属上帝圣洁的百姓。阿们。因为伊是圣洁的，伫伊内面袂当隐瞒啥物，所以咱愿意伫伊的内面讲：主啊，多谢你，搁一摆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互我成做圣洁的百姓。这是你所欢喜，嘛是咱应该所求的。所以，咱对安尼就会当清楚了解，以色列人是上帝特别甲因分别出来哦，特别分别出来做上帝的产业的。不但是安尼，因要做上帝的工，因嘛要会当亲自来调见这位上帝呢。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你我拢是真的以色列人哦，所以咱嘛会当亲像以色列人，上帝甲因的竞选一般样。因会当伫上帝的面前，代表万国万民来到上帝的面前，万国万民来代求咧。因嘛会当代表上帝到伫万国万民的头前，来成做上帝的代言人，来讲上帝的心意是啥物。所以兄弟姊妹，这是你我的身份哦，这是你我的身份，赞哦，因伤冷感谢主哈！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在教以色列人讲对因的竞选甲祝福，其实是搁一摆在应允实现上帝竞选因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祝福。吼，伊甲亚伯拉罕讲：为着你祝福的，我要祝福伊；迄个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伊。地上的万族，拢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所以，这就是上帝所竞选的，上帝要赏赐福气给因，会当福杯满出来，会当去分享、分赐伫每一个所在。你我拢有这款的身份，所以咱看这百姓听到安尼了，因就讲：既然耶和华上帝所讲的，阮拢要遵叹。阿们。哦啊，所以摩西就将百姓所恢复的来恢复给耶和华上帝。
安尼就是安那，就是sign，就是签落去啊啦，这个约签落去啊。以色列人就成做上帝的百姓了，吼。然后上帝就要做耶和华上帝就要做因的上帝。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真清楚，咱有特别的身份，咱是受拣选的族类，是尊贵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阿门。咱讲一解哦，吼，我讲一解啊，咱个回复一解啦，好无吼？啊，受拣选的族类来，受拣选的尊贵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是，这就是咱基督徒的身份咯，吼，这是拢尊贵的，拢是属天的。迄个官兵对天到地，上帝拢有互咱，真做基督徒的你我，拢会当来相信吼。所以后来咱就看见，耶和华上帝就甲摩西讲：我要伫云幕的中间临到伫你遐，叫百姓伫我甲你讲话的时阵会当听见，也会当永远信你啦。哇！咱的上帝是安那？是知人的心思意念的上帝，嘛是一个体贴的上帝呢。吼，咱看摩西80岁啊，对无？吼，还佫带200万的百姓，啊，逐个摇把叉有无？啊，行愈后壁的吼，摇把叉愈大声，有无？所以吼，咱毋好坐伤后壁。这以色列百姓就是安尼啊，吼，出来拢是有一寡闲杂人物，有无？啊，拢是对伫后壁，啊，这摇把菜真正是后壁遐历史，迄个是安尼呢，吼。咱看若有群体，可能真侪是安尼，啊，若无，除非伊是意见领袖，伊会当勇敢起来讲的，啊，无足侪拢是下骹出的，对无？吼，咱看上帝知影。真做属灵的领袖的摩西，真正是无简单。啊，伊想讲我照上帝，要上帝你的指示，啊，我带以色列人，我百姓来到旷野敬拜你，啊，任务就结束啊，对无？好，啊，上帝搁要加一个任务呢，吼，啊，搁继续带，对无？哇，即马即个时阵，互因真做上帝的百姓，身份改变了，因爱搁继续行呢，哇！爱个继续行，因为上帝有应允，因要将迄个应允老年甲老密的地，要赏赐因，这是上帝对因的列祖所应允的。但上帝继续要实现这个，那安尼，上帝知影讲是啦，这个百姓拢敢若听你讲，啊，你拢讲，啊，这是上帝予我的意向，啊，这是对上帝来的心意，恁着爱听。上帝讲无，这个时阵。过去是安尼，我讲互阿伦听，阿伦对，吼，阿伦就爱甲摩西安那去甲百姓讲对无？即摆呢，上帝讲无，对即个时阵，因为因诚做阮的百姓哦，咱立约哦，所以我要伫分务中要对百姓讲话。哇，上帝有安尼，因为上帝体贴摩西，要互百姓知影讲真正是上帝所讲的，上帝吩咐的话呢，毋是摩西家己讲的哦，毋是哦。哇，若是摩西，伊无可能行遐侪新业嘛，对无？吼，这会当互咱看见。所以若是安尼，咱就看见一个真正的事实咯。当耶和华上帝以色列人显现的时阵啊，吼，迄是到20章，吼，咱读到20章就会当看见哦。众百姓听着雷、闪电、角声、号头的声，山顶底舞烟雾，就安那惊吓，徛了足远的哦。对摩西讲：求你甲阮讲话就好啊，阮一定会听啦。你甲阮讲就好，免上帝直接甲阮讲哦。吼，惊了阮安那，阮会死啦。哇，咱看，总是上帝透过这个行动，这个应允，就是要互百姓了解，伊所拣选的忠心的奴仆摩西，是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引带因。所以愿上帝互咱会当来看见，有时
可能咱爱面对迄个上帝，因为伊是圣洁、是荣耀、是权威的，咱会惊吓。总是咱若属伫伊的上帝拣选的，咱就毋免惊。因为对摩西来讲，百姓上惊的，拄好是摩西上意爱，对无？摩西真意爱到伫山顶去调祭上帝，真意爱上帝直接甲伊讲话，真意爱伫即个会幕内面，上帝临在，伊个魂降落来，伊个就甲摩西讲话。摩西真意爱即个时阵，因为安那上帝甲伊讲话了，伊个面会发光的，对无？哇！咱去读过去，咱就知影。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咱若要服侍上帝，咱就爱相信上帝意爱咱调见伊的面。伫每一时刻，咱拢会当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一定将咱伊的心意甲咱讲，互咱会当体会，互咱大小项事拢会当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安尼好无？安尼绝对是好的。安尼是上帝甲咱保证哦，因为咱甲伊有立约，伊的确要保守咱，要看顾咱，要引带咱，也要祝福伫咱。所以上帝总是借着圣神在陪伴咱，在压看咱，嘛要透过圣神，要互咱有权柄、有能力来行使上帝爱咱做的事。所以愿上帝互咱伫今日早起，会当真清楚了解，上帝若互你有使命。这个使命甲信仰有直接关系，还是甚至感觉无真关系。毋过你感觉这个是上帝爱你做的，无论是伫家庭、伫你工作的所在、伫你社会的群体、伫教会，还是为着这个国家，咱拢会当来做，因为这是上帝爱咱做的一件代志。所以愿上帝互咱会当来了解，上帝伫每一个世代拢在敲找。迄个敲找伊的人，对无？上帝每一个世代拢在敲找哦。特别伫迄个背逆的世代、黑暗的世代内面，上帝总是在敲找迄个持守伊的话语、保持圣洁、忠实伫伊的百姓。伊若看到一个人，伊就拣选伊，就安那洗去伊一切的罪过，然后搁一摆重复。上帝的使命要伫伊的顶面，上帝的应允要伫伊的顶面来行呢。所以这是真特别咯。咱看伫即个内面，除了摩西之约，咱讲西奈山之约以外，你看拿阿有拿阿之约无？拿阿哇！上帝消灭即个世界，因为世界罪恶灌满，对无？后来上帝保守拿阿。背靠的人对吧？搁这一对一对的动物，了后这个啥？这叫做洪水，大家出袂晓讲去。大水退了后，无想要讲双语，那就实在等有啥过大水退了，上帝用轻有无？轻，哇！伫轻的下面，上帝搁一摆契约，我无要搁造灭即个世界，我无要用水搁造灭即个世界哦。咱看上帝嘛，拣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忠心，会当讲亚伯拉罕是憨人有福气啦，憨人有憨福。这是咱台湾话作水的咱看上帝应允伊天顶的星、海边的山，甲伊契约呢。摩西之约就是今仔咱所读的，上帝改变咱的身份，对奴隶正对上帝的百姓。大笔之约，哇！上帝要透过大笔来建立永远的国度呢。然后基督的新约，咱知影，这是所有的约的总拳头，也透过安尼，互咱知影永远的活命，上帝为着咱备办。所以咱看上帝每一个时代拢在竞选。拢在等待迄个忠心尽职的人，伫即个世代，上帝有缘在竞选哦。你我拢会当，我的厝人，我的士大人老好原的，甲上帝的契约就是安尼。轮到我甲我的家，阮决断要侍奉耶和华。阿门。这是阮的家训，嘛是伫互阮知影讲，
阮甲上帝是有即个契约的，阮决断要侍奉伊，上帝的确引带阮的道路。那安尼，咱就求上帝帮助咱。咱即马有缘会当写摩西甲出埃及记的新故事呢，就是你去经历上帝伫对一件代志内面，伊有特别要引带你，你就相信伊，伊要帮助你，带出埃及，要互你经历一个流年甲流蜜的地。这是你我拢会当写的新的故事。伫你的家庭，伫你的工作的所在，伫咱的教会，咱拢在写新的故事哦。所以愿上帝帮助，特别咱今年5月11母亲节啊，咱要办一个真大的一个活动，就是要请这家庭啊来食饭，对无？啊，咱的家庭一定要报名。即摆我知影大概报200外个哦，好啊，咱有算500个到600个，所以是真紧哦。哦，即摆拄啊3月中尔，对无？好，所以毋茫咱兄弟姊妹，咱的家庭紧来报，因为这是一个机会，咱会当担任摩西的角色，或者係百姓，或者係咱认捌伊也未归伫耶稣基督的名的，咱要带因出埃及。要透过请因食饭，要透过咱教会所办的活动，互因去经历。哇，这就是伫西奈山伫下面，因会当改变因的身份的时刻哦。所以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代志。所以愿上帝帮助咱。若无最少伊若是基督徒，咱嘛相信伊嘛会当伫天的下面，搁一摆甲上帝立约，来经历上帝的拯救、上帝的保护。因为这是上帝意爱做的一件代志，咱甲上帝同工，要成就这个事，咱就要看见上帝用欢喜的面看咱，因为咱甲伊同工拯救灵魂，这是第一要紧的事。兄弟姊妹，伫要来的活动就是今仔日，哇！今仔日咱伫第2堂，就是要开始第18届幸福报道的一个开始的日咯。所以咱嘛会当继续为着这个来祈祷。可能咱办的，若这个幸福小组在办，咱负责的就是甲人带来，参与伫这中间，用祈祷来拓条咱教会集体传福音的一个机会。阿门。通互咱每一届圣餐的时阵，拢有人来洗礼。这是一个真大的一个印证哦。所以愿上帝帮助，互咱会当体会了解。今仔日开始就是幸福小组的一个开始的日子啊！互咱未来这10礼拜，咱拢会当看见人来到伫咱的幸福小组，去经历上帝的疼甲温暖，要帮助伊去拄着上帝，要伫西奈山下面，互伊的身份对做罪恶的奴隶，正对上帝圣洁的国度的百姓。阿门。所以愿上帝互咱有一款的信心吼。好，来，咱会当来讲，我的身份就是上帝国福音的大使。来，我的身份就是上帝国福音的大使。阿门。哇，咱有这个使命哦，将福音来骗传，来传互咱周围的人。最简单就是带伊来参加咱的活动，带伊来参加咱的活动。即摆人真济。像咱这个年纪的，足侪拢是足有用的，对无？又闲又有钱的，嘿，佮健康的，迄拢会当甲带来，无健康嘛会当带来，对无？咱为着伊来祈祷，上帝会听咱的祈祷吼。所以愿上帝互咱有这款的信心，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文来。恁要归伫我，做祭司的国，做圣洁的百姓。出埃及记19章第6节，佮一摆来。恁要归伫我，做祭司的国，做圣洁的百姓。出埃及记19章第6节。咱来宣读啦，若是牧师宣读，就是我宣告，我要归伫上帝，我要做祭司的国，我宣告我是圣洁的百姓。阿门。好，咱做伙来宣读哦，来讲我宣告开始哦，来，我宣告，我归伫上帝，我要做祭司的国，我宣告我做圣洁的百姓。阿门，阿门。
因为这是上帝给咱的身份，上帝给一切的人这个身份，咱更加会当来领受这个身份。所以咱宣告，我是这是一国的，我是会当带人来到主面前的。我宣告，我是圣洁的百姓。阿门。这时阵，请咱起立，咱要来吟这条诗歌。因为
主，阮多谢你，带阮离开黑暗的世界，互阮会当进入你听见的国度内面，带阮离开迄个死实、惊吓不安，进入到天父你的花园内面，阮会当享受你的赦免甲医治。就伫这个时阵，阮若有需要的，阮伫心内也伫对嘴讲，向你求的，你就要成就，帮助阮去经历你的医治甲赦免。多谢你，才听阮，要继续引带阮的脚步，伫荣耀、伫灿烂、伫富足内面，更加会当成做美好的见证。多谢你听阮的祈祷，一切荣耀归乎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听着今晚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以及信心的行动。咱做伙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是阮做钱。比领受我命转弯，星星淡化，给天归来，我到主阮星星所望，感谢乐意因心意，一切所有都是。接落来是时间的分享，咱邀请牧师来主持。哦，先学生阿伦来主持，多谢。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做伙来关心咱这礼拜的时间。好，咱三个语言，咱都会当做伙来念。好，咱来做伙来读第一声来请。我要伫遐甲以色列人相会。会无就因为我的阳光真最盛。好，华语咱嘛来做伙念好啊。好，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英语的部分咱嘛无事讲咱嘛试看卖。好，咱做伙来慢慢读来请。There I will meet with the people of Israel. And it shall be sanctified by my glory. Amen.
下面好，咱继续嘛来咱的导读甲咱的抄经文的部分。伫即礼拜三，拄啊过去即礼拜三，是阮的撼动星球青少年书记的营队撼动星球牧长的线上说明会，咱总共有几啊间教会有20位的同工来参加，有遐牧长，也不是青年牧师，还是因的青年辅导来参加伫即个线上说明会。我嘛做伙祈祷，阮即摆即个活动的目标是几个人咧？200个人，阮要组织200个青少年，所以嘛，请兄弟姊妹继续为着阮的撼动星球，就是阮的青少年的第7月的书记的营队来祈祷。好，这个是母亲节的活动，所以嘛，请咱继续邀请咱的好朋友、咱的亲情好朋友，咱做伙来参加，做伙来庆祝母亲节。好，这是咱已经开始的活动，就是禁食的活动。咱嘛为着即个拜六伫凯达格兰大道的即个特会来祈祷。咱嘛继续参与伫教会、全教会即个禁食的活动，而且毋但干咱教会伫做尔。我知影有足侪无共的教派、无共宗派的教会，拢对即个禁食伫祈祷。咱拢是为着咱的国家来做祈祷，阿门吗？阿门。好，所以咱嘛伫第2场礼拜了的话，有即个礼拜结束了，有即个小组长的说明会。咱若着要参与的兄弟姊妹，咱请伫12点。伫即礼拜六3月29号，即礼拜六12点，伫自由广场遐集迄个大门遐下骹集合。咱大家人拢会当穿咱马街幼林的迄领衫裤，也是咱教会 T 恤。所以咱若要参加的人来注意到即个时间。好，昨昏是咱第15期基督精兵营课程的结束，有阮节业有6位。求上帝继续祝福遮个同工，因伫因服侍的所在会当为主发光，阿免。好，下晡1点是幸福桌游的演习，请咱的副长咱副长甲咱小组长，还是实习的副长会当来出席。好，培育学校文导班甲领袖班伫本周六来开课，请。即礼拜六开始9点半，就是B2教室，咱嘛继续来为着咱培育学校祈祷，咱培育学校培养出足侪委身的同工，佮顺服的同工，阿免。好，第2堂礼拜是咱的幸福的启动，所以咱有副长会来上台来接受祝福的差遣。哇！大好消息！4月6号是咱领洗礼的时间。报名截止是伫4月2号星期三，嘛共款有伫迄个拜5有即个基要真理的课程，所以咱若有熟悉的朋友有想要来转职，还是想要领洗礼，咱都会让来报名，来对干事来报名。好，后礼拜嘛要调开中职会甲小会，所以请同工来出席。阁有关怀1部甲2部嘛是伫后主日后礼拜结束了，伫 B3教室来调开。好，访韩盛会才会人参加，嘛为咱周牧师潘牧师来带队。好，所以咱若着拄仔经过咱的交易厅，看到咱家己的迄个奉献柜内面有放一个信封，这就是咱的旧年的奉献证明。所以咱若着去看咱家己周报柜，就会看到。咱若无收到的，咱会记来甲干事来找咱的干事。好，潘牧师甲郭斌长了今仔日受到中会差派来到成功教会甲救恩教会来服侍，伫台北走透透巡回。所以咱继续为着咱的牧长来服侍来祈祷。好，咱请周牧师来补充。真感谢主吼，咱伫即礼拜六要去到伫迄个总统府头前，这是拜六下昼，咱12点，
要去到伫迄个所在，当然咱教会会当伫12点就到伫迄个自由广场迄个门牌吼，迄个门的头前迄搭遐，咱会有举咱永光教会的即个设计旗啊，咱会当看见，大家做伙集合，咱若会使穿咱永光教会的即个 T 恤有无？咱50周年所做的迄，咱若大家穿迄就足明显的啊，咱做伙较做伙组织了，咱做伙行去到伫即个迄个总统府头前来参加即个祈祷会。因为祈祷会的时间是1点到5点，真长的时间。当然嘛爱看咱家己，若较年长的、较有体力、较无遐多遐久的，不要紧，咱会当来选择迄个时间来离开吼。那感谢主，即届牧师嘛，甲因有参与伫即个中间所以有安排伫最后的一段用台语来为着台湾祈祷所以嘛替牧师来祈祷互整个咱即个为着台湾的祈祷的活动拢会当真顺利。阮开会有足明确讲，所有的政治人物拢无要去哩，因为迄个场所是新北市的台北市的佢讲敢要请市长在申请的时阵，伊讲市长若来，阮就无爱办大概就是安尼，互咱知影所以可能因为无共款的宗派对，若讲着政治咱就差不多要分得去所以咱无必要，拢真清楚，就是咱相信上帝的国度较悬伫地面的国度，对无？所以咱就徛伫上帝的国度来求上帝保守祝福咱的台湾，咱的百姓所以嘛，兄弟姊妹，咱伫即个礼拜六，咱会当做伙来去牧师全程拢会伫遐来参与望咱即个行动会当唤起咱所有的基督徒的注意，咱做伙来关心咱的国家，这是需要的好，当然今仔日开始，咱的幸福的启动小组的幸福小组的启动，咱嘛求上帝帮助感动咱兄弟姊妹，大家拢为着即个来祈祷，互每一组在运行的时阵拢会当有新的朋友来，这是非常重要有新的朋友来，咱较真正是在做报道的工作好，安尼这时阵就请咱大家起立咱来唱一条诗歌。主来临就好你，平安福气满满心，万星星来就好你，短忙了热烈大好你，上帝就好你，就好你，你也跟着你，你若就好你，烦恼拢无记，主属大好你，上帝。也必跟着你，你若求我你，烦恼拢无去，主属大好你。你若求我你，烦恼拢无去，主属大好你。牧师有一个感动，你身躯有病痛，需要牧师为着你祈祷的，你举手一下好无？身躯若有病痛。无论感冒啥物拢会使OK 好，来咱目睭开开你有需要牧师为着你病痛祈祷的，你手你的只手放伫心肝困难的所在，牧师特别为着你来祈祷。主，阮多谢你，互阮会当敬拜你。你的百姓一只吟诗而乐你，用真心、真性、真意敬拜你的时阵。我相信你的宝座伫即个遮显明，你坐伫你的宝座，甚至你徛起来看阮，对你的颂赞而乐。你用你欢喜的面看阮，你也要施出你的圣手来做医治的工作。伫阮的中间，阮有兄弟姊妹举手，因的身躯有软弱，需要上帝你的医治。阮恳求你，透过你的圣子耶稣基督。换手伫因的顶面，通互因会当得到透放，
因的病痛伫你的手中会当得到医治。主你来看顾，互因的身躯每一个细胞，拢伫你掌管内面来恢复健康，嘛互因有深信，上帝你是医治的上帝，你是满有疼甲怜悯的上帝。阮呼求你的名，你就要成阮所求的，因为阮所求的，就是要甲世间人讲，阮所信的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的上帝。主多谢你，互阮经历你的医治，互阮也用嘴来见证你所行的神业。但愿全能的上帝以慈悲的怜悯眷顾咱，耶稣基督的拯救医治也显明伫恁的中间。佮愿圣神引带恁，互恁日日活出新的快乐、新的愿望甲大的祝福。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姊妹平安，平安。咱今日敬拜暂时到这，请坐。愿上帝继续引带咱的脚步。直播，兄弟姊妹，上帝也甲你同在，阿门。